解放軍喺兵力懸殊又冇後援嘅情況之下，堅持咗3日3夜，最後突圍到海邊，彈盡糧絕。喺國軍海陸空圍攻之下，9000官兵全軍覆沒，大部分戰死，幸存嘅就全部被俘。國民黨軍方面傷亡近6000人。金門古寧頭戰役大捷，無疑咧就係俾兵敗如山倒嘅國民政府同埋軍隊打咗支強心針。終日嚟愁眉不展嘅蔣介石咧，終於露出笑容啦。而留喺重慶嘅李宗仁代總統咧，電賀陳誠。金門守軍奮勇應戰，予以重創。捷報傳來，人心振奮。金門戰役嘅失利震動咗中共中央，毛澤東嚴厲批評，以3個團去打敵人3個軍，後援不繼，全部被敵殲滅。呢個係解放戰爭3年幾以嚟第一次唔應該有嘅損失。解放軍前線指揮人員意識到渡海作戰嘅複雜性，正當佢哋吸取教訓，準備雪恥再戰嘅時候，朝鮮戰爭爆發，中共軍事戰略重心北移，攻打金門嘅計劃被終止。誰知道從此之後，解放軍再冇機會踏上金門。欲知詳情如何，請繼續收睇下一節。1958年8月23號下晝5點30分，隱蔽喺金門對岸綿延30公里嘅解放軍459門大炮一齊打響。呢個時候，國民黨金門防衛司令部嘅官兵正在夕陽微風當中舉行週末聚餐，聽緊嚟視察嘅國防部長余大為訓話。剎那間，45000發炮彈從天而降，金門島山搖地動，火光衝天，硝煙彌漫，完全冇防備嘅國軍當場傷亡600幾人，其中包括3個副司令官同埋2個美國軍事顧問被炸死。而國防部長余大為同金門防衛司令官胡璉就僥倖脫難。解放軍突然炮擊金門，震動咗台灣同埋美國。蔣介石咧開始以為解放軍會登陸金門，進而攻擊台灣，於是咧急告美國嘅艾森豪威爾總統，請求協防金門。艾森豪威爾立即聲明，美國將會反擊對金門嘅進攻。美國由中東第6艦隊抽調一半嘅戰艦駛去台灣，會同第7艦隊總共7艘航空母艦、3艘重巡洋艦、40艘驅逐艦雲集台灣海峽。同時，3800個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台灣。連續60幾日，解放軍向金門發射咗47萬發炮彈，國軍亦都向廈門還擊咗12萬發炮彈。雙方嘅炮火你來我往，就係唔見解放軍渡海登陸行動。美國同蔣介石一時都摸唔清毛澤東嘅意圖。毛澤東發動呢個金門炮戰呢，係要掌握呢個戰略主動權，不但係喺台海面對美國，要爭取翻呢個主動權，即係話你同蔣介石簽乜嘢對我冇意思嘅，我想點就點，我想打就打，唔想打就唔想打，想幾時打幾時打，即係收發由心。喺國際上咧，亦都想掌握呢個戰略嘅主動性，係同邊個爭咧？係同蘇聯老大哥爭。朝鮮戰爭結束之後，美國為咗防止中共集中力量攻打台灣，咁就同蔣介石簽訂咗共同防禦條約。咁適逢伊拉克革命推翻皇室統治，美英派兵進駐黎巴嫩同埋約旦，毛澤東就以聲援中東人民反侵略鬥爭做理由，炮擊金門，既牽制美國中東嘅軍力，爭取國際共產運動嘅話事權，又要摸清美台條約嘅底牌，為解放台灣制定策略。半個月之後，一支由美國戰艦護航嘅國軍運輸艦海上大編隊駛向金門，運送補給物資。廈門解放軍指揮部報告北京，毛澤東指示只打蔣艦，不打美艦。指揮官員就問：如果美艦開火，我哋係咪還擊呢？毛澤東答：沒有命令，不准還擊。解放軍集中炮火轟擊駛入金門港口嘅國軍運輸艦，1艘當場沉沒，3艘負傷。而護航嘅美艦就完全冇開炮，仲急速咁退到解放軍炮火射程範圍之外觀望。
損傷慘重嘅國軍就大罵美國人滾蛋。